大家好，今日係2025年5月25日。我今日咧想同大家介紹嗰本書咧，就叫做《你要麼出眾，要麼出局》，作者李尚龍。李先生咧係1990年4月18號出世，係百萬暢銷書嘅作家、青年導演、編劇、考蟲網共同創辦人。佢出過嘅書咧，仲有《你只是看起來很努力》，你所謂嘅穩定不過是在浪費生命。李先生呢就讀軍校期間呢，就曾經榮獲 CCTV 希望之星英語風采大賽北京市冠軍、全國季軍。喺重點軍校毅然退學之後呢，佢就加入咗新東方教育機構從事教職啦。獨特嘅英語教學模式啦，廣受學生嘅喜愛啦。後來呢，佢仲進入咗北京電影學院進修，曾經導演過嘅作品呢，就有《斷夢人》同埋《回不去嘅流年》。呢本書咧係作者嘅第3本書。呢本書其中一個特色咧就係有啲圖片，再加咗一啲短句子啦。圖片咧雖然係黑白嘅，但係咧已經將本書咧唔再淨係得純文字，提高咗大家對作者用字嘅想像力啦。令到咧我亦都聯想起咧80年代睇《東方日報》嘅副刊嘅時候，有時都係會有啲詩又加啲相片咁樣啦。似乎你喺度提醒咗我咧，應該係唔好行咁急，唔好行咁急，慢落嚟，慢慢咁去欣賞下沿途嘅風景。咁呢本書咧，其實就分咗6個章節嘅。我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嘅章節咧，就係第一章。第一章，忙起來，世界才是你的。作者咧就提醒咗我哋咧，舒適區有一日咧係終於會毀掉青春嘅。佢就有一個朋友畢業咗之後咧，就去咗一間國企返工，每一個星期嘅工作咧係非常規律嘅。佢只係去到週末嘅時候咧，呢個女仔咧先會好似有翻個靈魂，一番打扮之後咧，先再去行街約會。呢個女仔唔覺得自己喺舒適區，因為佢每一日都按時工作，而且從來係唔早退，亦都唔遲到，好規律，好努力嘅。作者問咗一條好重要，亦都好有用嘅問題俾佢呢個朋友。工作咗1年啦，覺得自己有咩變啊？佢呢個朋友諗一諗就講：你咁講又好似真係冇咩改變。舒適區其實係有2種，第一種就係成日無所事事，另一種係比第一種仲可怕，因為係好難意識到就係冇意義、有規律咁樣嘅循環。呢個係好多人生活嘅狀態，睇起嚟好努力，好似好攰、好忙，但係其實只不過係冇意義咁循環住咁樣嘅生活。過住嘅只係過得舒服，但係其實冇本質變化嘅生活，咁樣其實係好危險嘅。時代變化太快嘅而家，所有嘅技術其實都係好容易被取替嘅。我哋要做一個有創造力、無可替代嘅人。人呢係會有一顆願意挑戰嘅心，有一個願意探索嘅心。我哋要學習做一啲自己冇做過嘅事，嘗試見一啲自己未見過嘅人。另外啦，作者又叫我哋留意下我哋嘅注意力係咪越嚟越差，因為資訊爆炸嘅今日呢，網絡帶俾人太多嘅便利啦，攞咗我哋好多嘅零碎時間。呢啲信息其實大量衝擊住我哋嘅生活，但係呢啲嘅信息亦都好難變成幫助自己嘅知識。真正嘅知識咧係需要長時間嘅深度總結、思考先可以擁有嘅。我哋要學會思考背後嘅意義。另外咧，作者又提議我哋小心投資自己嘅時間。有啲事咧做咗之後咧，短期咧就好有快感，打機啦、睇電視啦、傾閒偈啦。但係咧，其實對自己咧冇任何意義上面嘅提升嘅。咁樣用時間對成長嚟講咧，其實就係浪費啦。呢個咧就提醒咗我自己有時咧都悶悶地咧都會睇《愛全家》嘅，但係睇完咗之後咧就會覺得啲劇情究竟係想表達啲乜嘢信息咧？咁我亦都希望喺度可以呼籲下啲編劇啦，可唔可以寫啲有深度少少、有教育意義嘅劇情啦？始終咧嗰20-30分鐘啦，亦都係大家展示編劇功力嘅平台，大家做啲有質素嘅節目。咁雖然話啲人而家成日上網唔睇電視啦，但係其實如果節目做得好咧，啲人係會睇電視嘅。咁希望可以大家都用到自己嘅時間，做一啲俾自己變成更好嘅人或者更好嘅事。
作者咧喺大學嘅時候咧就堅持咗咧每一日咧背300個單字。一開始嘅時候咧300個單字咧就唔記得咗一大半，但係咧呢件事咧佢堅持咗4個月，就發覺自己可以越記越多啦。呢度咧我就學咗2樣嘢啦。第一樣嘢咧就係背單詞，有人用咗4個月咧就會越背越順嘅。咁即係其實如果我想背單詞，可能試下4個月都可以越背越順嘅。咁我未必會背單詞，但係我會知道4個月可能係一個背單詞嘅指標咯。第二咧，作者又提我哋。寂寞咧係最好嘅增值期。佢有個朋友咧喺前一啲嘅時間咧要準備一個英文辯論比賽，因為咧要查閲大量嘅資料，背誦大量嘅專有名詞。於是咧呢個朋友咧本來好貪玩嘅，但係作者竟然有3個月咧打唔到電話揾佢。佢後來先知咧，原來佢呢個朋友咧就去咗一個安靜嘅地方，租咗間房，每日就查資料。佢每日對住個鳳牆，一片片咁同自己用英語對話。好彩嗰年嘅辯論比賽咧，佢攞咗最佳辯士。作者咧就話咧，寂寞係最好嘅增值期。我咧就同意一半又唔同意一半啦。因為如果身邊嘅人係真係會影響到自己學習嘅話咧，我就覺得暫時同佢哋分開一下，建立一個自己空間，減少遇到一啲引誘分心嘅機會咧。其實係好事嘅，但係咧增值期係咪一定要寂寞嘅咧？我又覺得唔一定。即係譬如我試過可以組成幾個同學一齊做一個讀書會。咁我試過一次咧，就係我自己上 online class 嘅時候咧，咁就發現有啲同學仔咧係比較活躍啊，專問問題嘅。咁即係佢哋有聽書啦。咁跟住我就聯絡咗佢哋，咁我哋幾個咧就組成咗一個讀書會啦。咁就有時大家會喺 test 嗰度互相分享下學習嘅心得啊，或者有啲咩奇奇怪怪嘅方法去記啲問題啊，大家為大家加油啦。咁其實我覺得即係增值期可以唔寂寞，可以有一班人大家陪住大家一齊成長咯。另外咧，我亦都知道咧，網上咧係有一啲 online apps 咧，係成班人開咗個 cam 咧，影住自己，互相陪大家學習。咁我都幾中意呢個方法嘅，因為好似去咗一個自修室咁樣咯。見到人哋好努力咁讀書，咁自己都會少啲做啲分心嘅事情，繼續專心自己學習咯。作者咧有一句説話咧係講得非常之好嘅，人咧係唔應該怕寂寞，而係咧應該怕寂寞浪費咗時光。我再講多次啊，佢就係話人係唔應該怕寂寞，而係應該怕浪費咗寂寞嘅時光。作者成日都有金句出嘅，佢就話寂寞係常態咯，強者係通過寂寞嚟修煉，弱者咧就係浪費寂寞去消遣咯。作者喺2015年嘅時候咧，就同2個朋友喺新東方離開咗啦。退出咗之後咧，佢哋就3個人同線上教育團隊選課網合作，做咗一個199蚊人民幣嘅課程。因為呢個價錢咧實在係太平啦。咁第一個班咧就已經報咗2000人，咁但係佢哋亦都受到無數嘅質疑喎。啲人會懷疑，哇，老師會唔會好渣㗎？課程嘅品質會唔會冇保證㗎？其實咧上課之前咧，老師們咧都係對住埲牆，將內容講咗好多次，先開電腦教人㗎。呢度咧令到我諗起一句説話啦，機會咧係留俾準備好嘅人。當學生們第一次聽老師講課嘅時候，其實老師已經係練咗無數次㗎啦。咁樣嘅話，點會唔好聽？199蚊嘅課程咧，造就咗好多人。李老師咧試過遇過一個耳朵失聰嘅男生，佢就同李老師話：龍哥，如果唔係因為你哋，我已經放棄咗自己啦。因為咧佢學生根本就負擔唔起高額嘅學費，而學生嘅大學英語考試4級聽力咧，差啲考咗滿分。有一次啦，佢讀簽書會嘅時候咧，就遇到一個孩子啦。李老師咧就因為感冒，佢個眼咧就長期紅咗，講嘢亦都有啲鼻音。咁呢個孩子咧就遞咗個紙巾俾佢，就同佢講：老師唔好喊，我哋都喺度。李老師就話：我冇喊啊，我係過敏。後來咧呢個孩子咧竟然出咗去買咗2盒過敏藥俾佢。當佢收到呢2盒藥嘅時候咧，佢真係喊咗。
有一次啦，有個母親同一個姑娘嚟簽書啦。呢個母親就同李老師講，佢個孩子咧本來係有憂鬱症嘅，後來咧因為中意老師們嘅説話方法啦，慢慢咧就變得中意講嘢啦。呢個又係另一個改寫別人嘅故事啊！做好自己，將別人嘅生命都改善埋，好有意思啊！每個人嘅每個舉動都係光，可以照亮最遙遠嘅人。好啦，我今日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啦，多謝大家。